顶礼本师释迦牟尼佛，顶礼文殊智慧勇士，顶礼传承大恩上师。无上甚深微妙法，百千万劫难遭遇。我今见闻得受持，愿解如来真实义。为度化一切众生，请大家发无上殊胜的菩提心。下面，我们共同学习这个藏传佛教著名的论点，也就是说，大圆满前行引导文普贤上师演讲。这里面，上一节课已经讲了，这个显宗的广大法性啊，就是以菩提心这个摄持下听闻这个佛法啊。我们听说佛法的时候呢，不能这个顺顺便便，以一种无记的这种状态或者说这个世间的一些不善心来这个听闻，这是不允许的。一定要发善心，发善心里面呢，没有讲以出离心来这个让我们就是听法。为什么呢？因为这个出离心呢，大家都知道，就自我的一种解脱啊，就是想通过听这样的法，我自己在三界轮回当中获得了这个解脱，离开一切烦恼束缚，这种心态。这样的心态呢，就我们在这个学习大乘佛教的时候呢，所有的这种自私自利的这个心态呢，是一种就是说弃啊，也就是说是缩断，就是不应该就是进行的。所以说，他这里就是处理的这种我要这个解脱的这部分呢，就是并不是这个说弃的，但是呢，我自私自利的向着自己的这一部分呢，就是需要这个放弃的。所以一般我们学习的时候呢，需不需要出离心呢？就是需要出离心，但是呢，以这个出离心，也就是说是自己呢，就是想获得这个解脱的唯一的这样的一种心态来听课呢，是不允许的。所以说呢，我们这个在座的各位呢，也应该平时的。详详细细观察自己的相续，到底我们每天在听课，但是呢，我这个发的心是为自己还是为他人，还是没有什么心态，没有什么目标，就是到能能的，就是只能的住在那里，这个应该一定要这个观察。如果是为众生的话，那当然是这是大乘的一个无畏的菩提心，这是我们这个需要的，这种法性呢，非常难得的。这是我们大乘的这个法性，然后今天我们讲的呢，是这个密乘的这种法性啊，这个是更难得啊，一般的有些这个行者的话呢，这个大乘的这种菩提心呢，在相续当中很难升起，更不要说这个密藏的这种法性所以呢，我们大多数的人呢，真的很可怜的。所以真正的这种大乘的这个菩提心呢，现在可能还没有这个升起来，偶尔呢觉得是自己对大乘有信心，但是呢，还算不上什么这个菩提心，这种情况可能比较多，所以呢，我们这次讲这个大圆满前行的话呢，我是有这个有几个目标，第一个目的的话呢。就是像这个我们的很多人呢，现在这个缺乏这样的这种佛教的这个基础，让他们呢真正在这个心里面打下这个见识的基础。第二个目标呢，就是像很多人呢，已经皈依很多年了，但是没有这个修完加行。能不能通过这次这个因缘呢？短暂的1、2年当中，把这个加行无加行这个修圆满修圆满。第三个目标呢，现在世界上的许许多多的人呢，对这个密法不了解，其实很多人是这个因为环境和因为一些这个接触的人的这种这个牵引就影响下呢，就潜移默化，对这个密宗有成见邪见的。然后通过这次学习呢，对密法应该升起这个真正的纯洁的信心大概是总体上呢，有这么几个目标呢，想给大家这个传讲。的确，我们这个听法的时候也好，闻法这个修法的时候大家
就像一堂课所讲的一样啊，这个菩提心来摄持，这是每一个人来讲，非常的这个重要。平时我们对别人的这种可怜之心呢，或者是怜悯之心呢，这也是对大乘信者来讲呢，是不可缺少的。所以说，我想就我们很多人，就一定要在这个今后的短暂的这个人生当中的话呢，尽量的自己拥有的这些能力拥有的智慧拥有的一些财富的话呢，就一定要就是认认真真的帮助众生就这一点非常重要。我都经常想那个现在，尤其是汉地的话呢，这个人那么多，文化如此的这个复杂，再加上呢，就是分别念，就是很多人呢，就是特别的重，每个人的这个身体上，就是心里面的这种感受的痛苦就极其的强烈。在这个时候，如果没有佛法的甘露妙药的话呢，真的是不要说这个来世的解脱，今生当中的这个生活的这个面对就是也是就是相当的这个困难。所以呢，我们这个每一个人呢，就是以这个自身的力量，就是应该发一点光就可以这么说。比如说一个人呢，就是不敢说是这个成千上万个人，哪怕是一个人呢，就是能已经这个皈依佛门，发菩提心，信持善法，终生当中不造恶业的话呢，这个贡献就非常大的。的确，现在很多人呢，就不要说这个所有的人就如果一个人呢，就是终生当中的话，那就是他不吃肉，或者说不杀生，那这样的话，其实我们有些人的话，仅仅是为了就是一顿饭每天都是一顿饭的说，一辈子当中可能杀这个成千上万个众生。如果我们通过这个大乘佛教的教育，就是劝一个人呢就亲自不杀生，同时呢就是他不吃活的，就是他不吃肉，那这样的话呢，这一辈子他能这个救多少？就是可以这么说就是一个人，比如说，如果是他能活这个60岁的话呢，我们就是这个人在20岁的时候就遇到我们，然后我们就让他就是这个劝他吃素的话呢，那还有可能是40年当中，就是他不吃众生，不吃众生的话，我们统计一下，就是1年当中就是能去做多少个这个生命，所以。现在的确也是，我们这个每个人呢，就是在自己的这个生活当中的话呢，就是这个佛法就是一定要就是尽心尽力的给别人这个传输就是我们现在这样的这个传输这个佛法呢，其实压力很大，就是很累的，就是不管是做光盘也好，做书也好，就是平时这个传讲这些佛法的话呢，还是有一定的压力。但是有时候想起来呢，真的是哪怕是一个人。就是在这样的这个苦海当中，就是获得利益的话呢，我们觉得呢，就是这个值得付出就是包括我们现在这个身边的很多道友的话呢，还是很辛苦的就是的确是很辛苦的，从早到晚就是很辛苦的。但我也了解了他们的这个心情，就是目的就是呢，我们这个外面的很多的这个学佛的道友呢，通过这个佛教的这种智慧概念呢，就让自己的这个心灵呢，就是获得了这种宁静，获得这个快乐同时呢，来自生生世世也是结上一种这个善缘，就是踏入光明之道，这就是我们的这个目标。所以我们就是在座的很多的这个出家人也好，居士也好，就是自己身边呢，就是应该是有相当多的这个一部分人呢，这些人呢，就是看起来也是特别的这个可怜他们对这个生活的这种执着感情的执着然后这个整个这个万事万法的这个执着就是特别的强烈。但是每个人都达不到自己的目标，一直不断的这个跟着这个生活就是跟着这个社会就很累的。我可以简单举一个例子，昨天我这个一个亲人呢，就是告诉我，就是说是外面一个牧民就是他呢。好像2-3天就是打工，就是然后赚了70块钱，然后这个70块钱的话呢，他就借别人的就借钱就是买一个手机，就是然后这个70元呢，就是买一个那个充值卡，就是然后充在那个手机里面，然后我自己就还是就是
触动很大，就是我就心里面想，因为这个人也是实际上是我们这个平民的这种这个追求生活的意愿，就可以这么说。他也像那个跟着时代，就是拉着手机，就跟那个其他的年轻人一样的。可是很累啊，就是3、4天当中打工，就是每天都是听说特别累，就是尤其是藏地这个要接近冬天的时候，就是非常累。但是每天都是打工，然后把这个钱赚来的最后装在这个书籍里面，然后就是打几天就马上就没有了，就不用打几天吧，就可能这样的。所以像诸如此类的很多的人呢，就非常的愚昧，非常的无知。可是自己呢，就是不知道，就要像追顺这些人呐。就每个人就是凭自己的能力，凭自己的这个水平呢，就像就往前跑，就像是一群蚂蚁，就是在这个赛跑一样的。在这个社会当中呢，不懂这个佛教的，不要说是什么密宗的这个清净观呐，就是大乘的这个空性观呐，这些都不用讲，就非常这个值得。简单的，也可以说是对我们佛教徒来讲是非常简单的，人的这个前世后世啊，这个善恶因果啊，这样的这个观念对他们来讲是就是一窍不通的。但是呢，就是盲目的，就是像这个如这个养眼般的这个生活呢，就是一直是向他这个照射，然后他自己呢，就像孩童这个寻找这个彩虹，就是什么追求彩虹般的，就是不断的拼命的，就是奔波啊，就不断的拼搏，在这样的短暂人生当中呢，全部都就是耗费了，就是没有做成一点一滴的有意义的事情。最后就是到头来呢，他已经造了许许多多的这个恶业，就是恶果呢，就是可以说是在他的前面呢等候着，就可以这样说。除此之外的话呢，就是来到人间，就是也没有就是做到一些有价值和有意义的这个事情。所以我们呢，就是的确也是这个像没有任何条件的，哪怕是自己呢，就是今天就是在哪里就是倒下去的话呢，也是没有后悔的，就像。就现在的这个社会当中的很多的非常可怜的就是这些人类的话呢，只有这个佛法呢，就是可以拯救；只有佛法呢，就是可以呢，就是让他们的这个心灵呢，就是获得这个快乐的。可是100%就是佛陀也是做不到的，就是这个我们也没有这个没有这个就是愿望。但是呢，一部分人呢，就是我想我们有些人呢，只要发心的话呢，就是可以让这个做得到的。你不能说是我因为很弱小的，我没有智慧的。其实对于我来讲，我一个弱小的人身边的话呢，就是也有像我这样的这个很多人，通过这个佛教的这种真理呢，我们享受的这种快乐的话呢，他也是可以。现在世界上就是这样的，比如说我就有一个这个新的药啊，就是产品啊，让我吃了以后对自己的身体很好，然后马上把这个药呢，就是提供给别人了，就是建议呢让别人也是用。我们也是同样的，我们把这个佛教的这样的这种非常的怎么说啊？就是自己啊，就是已经享用了这么多年之后的话呢，的确就是今生来世的是这个佛教对这个人类和对所有的这个众生的利益呢，就是不可估量的。可是很多人千万的众生，我们的这个身边呢，就是全部是可以说这个擦肩而过，就是他们的话呢，就是并没有这个相容啊，就像大海旁边呢，就是有些人干旱而死一样的，就是极其可怜的。所以我们这个前面所讲到的这个菩提心呢，就是这个听书呢，就是真的是非常的这个有必要啊，就因为我们听法的时候也是就是依靠这个利益天下无边的一切众生，以这么一颗非常纯洁的心来听书的话呢，发心的力量是不可思议的。然后你所听到的这个佛法呢，可以呢就是这个融入到这个社会当中去的。以前上师如意宝的一些弟子当中的话呢，我都经常这样想啊，就是有些这个弟子呢，当时很出名的，但是呢就是后来就是也是这个出现种种情况啊，就甚至一些冤机啊，就这样的。但有些的话呢，当时并不是很出名的，但是当时的可能发心的力量这个很强吧。就正因为是这样呢，就是后来在这个社会当中啊，就是可以说是这个就是利益是无边无际的这个众生。我想我们很多人呢，也不一定非要是你的这个智慧呢，就是非常这个超群呢，也不一定你的能力和你的财产就是很富裕，不是这样的。因为是依靠这一颗善心的话呢，到一定的时候，你的因缘成熟啊，因缘成熟以后呢，无论是在家人还是出家人呢，在你的这个身边呢，就是你就可以饶益就是无量无边的这个
有情呢。所以呢，我们每一个人就是听法的目的呢，并不是说就是这是这个口头上呢，就是可能要求就是说是这个，就像我们读文件一样的就要菩提心来这个读对，就是我们应该也有菩提心来，就法师们也是一代一代的这样传下去的，就是这不是一种这个传统的，或者是一种这个表面上的一种这个文件的传达，就是应该说每一个人呢，就是内心的是要对这个佛教有这种诚挚的信心，然后呢，以这样的这个佛教的精神呢，就是我要想就是利益天下无边的诸人。比如说像我们的话呢，在这里学习一些就几十年，然后呢，自己就是不敢说是什么这个圣者的这些过位，但是作为一个凡夫人该得的一些价值和该得的一些这个智慧呢，就是的确也是得了一些，就是尤其是对释迦牟尼佛，就是得了这种不退转的这种信心对上师的这种感恩就是永远也是肯定就是铭刻在自己的这个心当中的。那么以这样的这种这个理念呢，就是可以就是让很多人就是可以分享，就是我是这样认为的。那么一旦我们还不断的努力的话呢，我还要就是一层一层的，就是可以呢，就是获得这个圣者的这个过位。在那个时候的话呢，那就是自相续的所有的这些烦恼障碍呢，就是全部都是也是就是依靠这个智慧呢，就是会这个断除的。在那个时候的这个境界让众生相续的话呢，那就是更是这个妙不可言，就是可以这么说。所以呢，我们就每一个人呢，就是前面就是所讲的，怎么说就是这种这个利益菩提心的话呢，就是大家也应该实际的这个修持就是实际的修持每一趟每一座的这种修行甚至这个修家行我们每一个法呢，就按照华者仁波切就说这样的一样的，甚至你连一句观音心咒嗡嘛呢叭咪吽哧那我们看到。就是在坐车的时候，就是路边就是有一个可怜的众生死了，或者是路上就是被什么狗那个被车压了，就是那这样时候我就念一句观音心咒，就是最后也是回向，就是但愿就是把这个善根就是让这个众生获得等等，就是诸如此类的一些发心呢，就是一点一滴的可以在我们的这个身心上呢，就是可以这个发挥作用。也可以呢，就是融入整个这个社会和实践当中去，就这样以后呢，就是可以说兼修呢，就是圆融就是兼修这个圆融。所以这以上我们也是讲了这个菩提心的一些重要的这个发心法，就是菩提心的这种发心法。那么今天呢，就是讲的是第二个广大方便秘密真言之发心这个是当然有佛教的这个基础。有密宗的一些见解的人来讲呢，当然，的确是这个发心就是非常的这个殊胜，一定要以这样的这种发心。但是从来的是没有这个接触过密法，甚至一些大乘的这个空性法门也是，这个一窍不通的。这样的话呢，那么可能不一定就是对他来讲就是让这个灌得起来。不管怎么样呢，我们要就是个讲到这个密宗的这样的这种这个清净的发心就这是非常的这个重要。如就正如三相等论中所说，一不美不难方便多，是为利根国既甚秘密称。那么这里呢，就已经讲到了这个密乘的这个一些殊胜心密乘的殊胜心，也就是说，这个三相断论里面讲的是，显宗和密宗最究竟的这个成佛治国的目标上呢，就是没有什么差别的就是显宗也承认最初这个发菩提心，中间积累二大资粮，最后呢就是现前这个二僧就是色僧和这个法身所以在这个需求最后的目标就是当中的话，那就是一个一义的，就是这是没有什么这个差别的。但是在这个修持过程当中呢，见解修行行为还有众生的根基这些方面呢，就是的确是也有这个差别的。那么这样的这个差别呢，是我们这个显宗其个别人呢可能一下子就是接受不了，但是我希望呢，我们这个很多学显宗的道友的话呢，先应该就是好好的
认认真真的这个文史，就是密宗的一些经典和序部啊，就是密宗的一些经序。然后的话呢，你再可以就是了解一下，就是这个宪宗的这些这个经典和论点的观点。那这个时候的话呢，你就应该就是了解啊，就是密宗的的确确也是这个有非常殊胜的一些，比如说学禅宗的人呢，学禅宗呢，其实它有很多的特色啊，这个差别呢，就是跟这个密宗啊，就很多都是相通的，尤其是这个敦门派的，就是当下的依靠这个一些师傅的知识啊，还有依靠一些这个法本里面的这种加持啊，依靠一些这个就平时的自己的一些参话是吧？这来就是马上那个通达自己的这个心的本性，就是从此之后呢，已经开悟了，已经获得了这个圣者的果位，就是这种跟这个密宗呢。完全是这个相同的。现在有一些汉传佛教的人对密宗不理解的呢，就是精神成就啊，或者说菩提转为烦恼，烦恼转为菩提啊，这样的有些道理上的话呢，他们有一些这个误解。其实你如果要真正排斥这个密宗的话呢，我觉得啊，恐怕是那个宪宗的这个许许多多的一些禅宗的公案和一些法师们的这个顿悟啊，就真悟的话呢，也要这个值得观察。但是这些我们作为凡夫人以分别念来观察的话呢，就是相当困难的。所以呢，只好我们先去这个文史，文史以后呢，就是才知道是哪个法师殊胜，哪个法师不殊胜。他这里呢已经讲了，就是有这个4个方面呢，就是胜过这个宪宗的。第一个呢，就是说这个不昧啊，就是不昧的话呢，就是具有这个智慧，就是不愚昧的意思。意思就是说呢，这个再从这个见解上啊，就是见解上呢，就是密宗呢，就是确实也有一些超越这个宪宗之点的。比如说观察圣义的时候，宪宗呢虽然是依靠这个纵观的各种理论来，就是观察之后，就是最后抉择这个远离一切戏论的这种这个空性。但是呢，在宪宗的经典当中，并没有就是说明呢，就是我们这个光明这个如来藏的这个本体啊，就像这个密宗里面所讲的一样的如理如是的这个抉择呢，是没有的，就是这是他的这个深意的见解的就是不足之处。然后从世俗的角度来讲，虽然我们这个宪宗呢，就是也是以这个什么如幻啊、如梦啊，就是等等，就是有各种这个比喻来就抉择一切。这个玩法呢，就是没有这个真正的本体，就是现而无自性的道理。但是呢，并没有就是按照密宗里面所讲的那样啊，就是一切这个就是现象呢，是无智慧的本体啊；一切现象的话呢，是菩萨和这个永世永母的这种本体啊，等等，就是这样的这种抉择呢，也的确是没有的。是没有的，所以呢，就是见解上啊，就是也有一些这个超过的，就是可以说是见解上是这样这个超过就是超过的。然后呢，就是在这个行为上啊，就是行为上的话呢，就是密宗就是的确是依靠这个非常这个殊胜的一些指点方法，然后呢，就是低到就是全部。就是顿时呢，就是已经这个圆满就是顿时圆满。然后呢，就不经过就是漫长的这个时间的这种苦行啊，短短的时间当中不舍弃烦恼的同时呢，就是真的这个菩提就是转为不真的这个菩提。就像这个恩扎波的国王呢，就是他一边呢就是享受世间的这种愚妙，一边呢就是真正就是获得就是这个圣者的果位，就是这种现象呢也是这个相当多的就这一点呢，就是我觉得是我们这个汉地的禅宗呢，就是也应该非常的这个相似。然后第3个特点的话呢，就是方便多，也就是说呢就是这个密宗这边的话呢，就是有这个神奇次第啊、圆满次第啊。神奇次第当中的话呢，也有许许多多的这个有相无相的神奇次第；圆满次第呢，也有这个风美明殿的这个观修方法，还有呢就是无二大圆满等等，就是有许许多多的密宗的不共的一些这个分辨方法，还有一些上师们的就不同的这个窍诀的开示等等，就这样的话，这也是这个宪宗当中的话呢，这是很隐藏的方式呢，就是出现的。有关经典和论点里面但是呢，就是不明显的，就这是这个方面，也就是说修行方面的这个差别。然后第4个呢，就是在根方面，
就是根方面的。根方面呢，一般来讲的话呢，就是涅槃这个五根就是我们平时说的心根筋根年根定根慧根就是其中的最根本的呢，就是这个心根就是心性的根。那么这个心根的话呢，有了这个心性之后，就是一切呢，尤其是对上师和对这个密法升起信心呢，就是当下的是这个开悟的顿悟的就这种现象是在这个密宗当中也是非常非常的多的。所以呢，就是在这个5个方面4个方面呢，就是超胜这个宪宗当然这个是对于有些刚刚那个学密宗的有些这个道友或者呢就是对自己的这个宪宗呢就是闻思的时间比较长的，然后呢对密宗的道理呢就是并没有特别的熟悉的人来讲，是刚开始的时候有些接触不了就我也遇到过很多的一些这个法师就是他们就是这个观点呢就是不承认，就是然后不承认的话呢，就是应该讲出一些理由但是就是也没有就是讲到让我满意的这个道理，就是其实呢这也是情有可原的，因为中间呢就是需要一个过程其实我们真正是要就是懂得这个宪宗的一些非常深深的经典的意义的话呢，你没有借助密宗的这个窍诀的话呢，很难这个解释的。包括平时我们所讲的这个《华严经》还有《妙法莲华经》这些经典的隐藏意在密宗当中呢，就是可以就是指出来就是可以就是完全的解释出来。所以一个人呢，就是如果宪宗精通呢，就是不可能就是解释得到密宗。如果密宗讲得非常这个清楚，或者已经精通了的话呢，那这个宪宗呢，就是一定会是让讲的这个清楚。所以我们在座的这个各位的话呢，就以后就如果你自己对密宗呢就是不了解的时候呢，你可以跟一些这个比较精通这个密宗道理的这个法师们呢就进行交流千万呢就不要就是随随便便就是绘本随随便便呢就是排挤色气这样就造了这个非常可怕的这个业的确是我们也并不是站在就是自己是因为我是学密宗的，所以呢让很多人拉拢让很多人呢就是一定要就是这个宣传就不是这样的。我们都是应该是站在这个公平的这种线上，就是我是经常这样想的就是不管是给别人这个交流也好，处理一个问题也好，任何一件事情的话呢，世界上唯一的真理呢就是公平。当然我处理的时候呢，就是有些人可能认为是就是他偏向于这个，那个偏向于这个，就可能会就是很多人都有想法，但这个是不重要的。我自己凭良心就是应该呢，就是不管是做任何一件事情呢，就是要寻求真理，就是这个是非常这个重要的。所以我虽然是学密宗的，学藏传佛教的，但是呢，我经过这么多年的这个通过这个闻思学习这样以后呢，密宗的道理我们还是比较就是懂得。我那天给一个道友就是说开玩笑，我说我没有博士帽，但是呢，我博士的这个学问呢，就是应该是有的。他说为什么？因为我们以前实践的这个学校里面读的很简单的，就是小学也好，中学也好，然后这个在以上的有些师范呢，我都没有上过大学，但是呢，这些是对我来讲是课程的，这些是非常简单的。如果我还有因缘继续读下去的话呢，这个研究生和博士呢，就是不是很困难的。就是现在我们看很多比我还笨的，就是那些人都是已经就是拉了1、2个博士帽，就是没有什么问题的。但是呢，我们这个真正是这个学了那么长时间，而且我们也还是很专注的。就原来我一个师范的老师，就是他说，原来你在读的时候呢，你还是很精进的，就是后来这个不知道出家以后怎么样。我说那个时候我非常不精进，非常惭愧，那个时候天天的是做一些这个非法的这个事情。后来出了家以后，确实是还是这个利用所有的时间，就是已经专心致志的这个学了。就是我自己也感觉出了家以后呢，将近就是20多年当中的话呢，还是基本上把时间用在这个佛法上面。但是这里面呢，就是可以说是就是应该说一般都是这个学习这个密宗一般都是可能学习就是大概这样分的话呢，应该是有的。但这个过程当中的话呢，的确也是对这个密法的这个智慧越来越这个升起信心。就是所以说呢，我想是有些人这个外行的人就是对我们说是密宗是如何的话呢，这个人可能
不一定很聪明。即使聪明的话呢，他没有这个可能跟我们学的时间的长。如果我们站在非常公正的，也不站在这个藏传佛教，也不站在什么我是密宗，但是我应该就是站在真理的。通过我这么多年以来的这个研究和学习来这个判断的过程当中的话呢，知道是这个我们真正的这个佛教呢，要是这个精通的话，那就是最好是密宗的这个道理啊，就是全部就是总体上了解当然完全通达的话呢，对凡夫人来讲是很困难的，就是我们也不断的努力，但有生之年当中就是不知道就是这个未来怎么样啊，就不好说的。但是呢，总体上呢，我相信肯定大家会这个懂的。在这个时候呢，你知道这个宪宗里面的一些经典呢，就是其实都是跟这个密宗呢，就观点是无二无别的，但是也有这个密宗呢。密宗呢，就是有很多的这种殊胜的这个窍诀啊、能力啊，这些是不可否认的。如果你要否认的话呢，那你没办法。限量的是，如果你不承认呢，就没办法的，就应该可以这么做。所以。我们在座的这个道友们的话呢，就是一讲到这个密宗的这个殊胜的时候呢，你们也不要这个认为啊，就是这是一种藏传佛教的一种这个说法，并不是一种说法，这个是非常符合这个真理的一种这个正确的这种语言。就是那么这个不承认的话，那真理不承认，真理不承认的话呢，那就没有办法了，就跟这个人就是辩论也没有什么用的。所以在这里呢，就是说密宗金刚乘呢，不仅入门的途径呢，就是多之又多，而且呢，积累资粮的方便也是不乏其数。就是确实这个积累资粮的这个方便方法呢，就是我们这个光说是一个七支功啊，就七支功按照密宗的这个窍诀来就是宣说的时候呢，也非常多的。还有这个一些上师瑜伽，然后有一些这个僧愿次第啊，那么这些每一个道理呢，就是既符合我们这个佛教的宪宗教义。也符合呢，就是众生的这个根基。为什么现在啊，就是在那个汉地的话呢，就是这么多的人这个学密宗，其实是很多众生呢，就是应该说是对密宗就有殊胜的因缘，还有呢，就是他的这个根基跟这个智慧呢也有关系的，就是有些人的话呢就也曾经说过，为什么是宪宗的这个寺院里面不多，就是那么然后一来了一些藏传佛教的，当然有一部分是冒名而去的，就也没有什么不知道什么原因，就是这样的。但是有相当一部分人呢，真的是这个能取舍一些道理，就是知道呢，就是这里有这个窍诀，就是这样去这个学习的。因此呢，我们应该就是知道，就是它有很多很多的方便方法，加之具有不需要经历千辛万苦就不需要历经千辛万苦就能先前胜果的甚方便。这些呢，就是归根到底就是依赖于转变义了就是这些这个所有的密宗的这个特点的话呢，就是全部都是可以就是依赖于呢我们这个转变义了。就是我们的这个心呢，要这个观清净心就观清净心，这是密宗的根本。前一段时间我们这个学院里面的几个发心人员到我那个寺院里面去了，那个堪布老师可能80多岁了吧，然后他面前呢，他们也顺便就是可能问了一些佛法，就是我就拍了一些录像，就是回来以后呢，我看了一下，就是他就主要给弟子们就是讲了3点，就是第一点呢，就是让他们要看破世间，就是世间没有什么可留恋的，一定要尽量的这个就是发这种处理性，就是。然后第二点呢，就是说我们现在这个芸芸众生是非常可怜的，就是自己尽心尽力的帮助他们，要发菩提心，就是。第3点呢，就是最根本就最重要的呢，就是一切万法都是本来是这个清净的，可是我们因为这个无明烦恼这个障碍呢，就是已经这个覆盖，就是自己不见到就是一切万法的这个真相，要观清净心，就是密宗的观清净心，就是他就讲了这个3点。虽然这个语言很少，但是呢我当时也赞叹他们，你们这次去就是参拜还是可以的。就是老修行人的话呢，虽然有些这个就不一定是他的这个语言就非常这个巧言华语或者是就是现在的一些人们呢不一定喜欢听，但是根本上的话呢，就是的确也是我们这个小乘和大乘，就是尤其是这个密宗的话呢，观清净性，就这个很重要的。那这个观清净性呢，是不是本来的是不是清净的东西，然后把它观为这个清净呢？
绝对不是这样的。门魂仁波切在定解宝藏论里面也是这样了，轮回的这个本体呢，本来的是这个清净的。如果本来不是清净的东西呢，就是你把它关着这个清净的话呢，那这是非常可笑的事情。比如说你一个瓶子里面呢，就是这个装的是这个不净分，就是凹凸物，然后呢就是把它关为这个清净，这是很好的，这里面全部是干净的物体。那这样想的话呢，就是这是这个是一种颠倒这个相啊，就是颠倒相。同样的道理就是，如果我们本来不是清净的，把它关为清净时，这是不合理的，非常可怕的一件这个事情。但实际上呢，就是我们整个一切万法呢，就应该说这是这个清净的。但这个清净呢，只有在这个密宗的见解当中呢，给我们讲的非常的这个清楚啊。就平时以前我们没有可能学过这个密宗啊，这样的话呢，就是不一定能接受。但是有时候呢，我想就是对这个仙宗的有些经典的意义完全明白的话呢，就是也这方面就是提倡的比较多就以前我们这个讲的这个大黄花王当中呢，就是也引用了这个什么那个这个居济梵天的这个就是校正居济梵天的校正。其实居济梵天的校正的话呢，在仙宗的这个维摩诘经当中呢是有的。就是当时这个佛陀呢，就是说是这个其心就是什么这个随其性尽则佛土尽，就是有这么一个这个教言，就是讲呢，就是如果我们心清净的话呢，这个整个国土就是会这个得以清净。那么当时呢，就是舍利者就是产生一些怀疑，就是他想呢，是不是这个佛陀因地的时候呢，就是心不清净，就是所以现在这个国土就释迦牟尼佛的这个娑婆世界呢，就是如实的不清净，就是杂乱，所以是不是就是佛陀的当时的这个心不清净？然后佛陀呢，就是告诉他，就是并不是这样的，不是这个我们这个我的这个过失比如说这个天上呢，就是有太阳和月亮，但是呢，就是盲人就是不见他的本来面目的话呢，这是盲人的这个过失。同样的道理，就是其实我的这个娑婆世界呢，就是全是这个非常这个清净的，只不过这个众生呢，就是没有这个见到而已。在那个时候的话呢，就是逻辑梵王，就是我们那个居济梵天呢，也叫做是逻辑梵王，就是一般汉地的这个经里面叫做逻辑梵王。那么他呢，就是说是这个，就是舍利子，你就是因为没有见到而已。其实我呢，就是见到这个释迦牟尼佛的娑婆世界呢，全部是清净的这个刹土，就像是极乐世界一样的，全是跟这个自在天宫一样的，完全这个清净的。他就讲述了很多清净的。那个时候呢，就这个。舍利子呢，就是他说是不行就是我看见的是全是沙石石头土粉就是全是你看就是冬天是冰就是然后路上都是走路也是不方便就是在这个城市里面都是密密麻麻的这个车就这样。就当时开玩笑，这个都没有说就是我就发挥的太过分了，就是舍利子也说是密密麻麻的车。舍利子呢说是一般那个萨斯土石就是不清净的东西，这个时候呢就是佛陀就是这个教旨呢就是这个大地就是显现呢就是整个三千大界全部是这个清净，就是本来面目就是显现，就是那个时候呢就是舍利子也是这个见到了。舍利子当时认为是可能是不是这个佛陀就故意幻变转变的，但实际上呢就是佛陀说这个就本来的是这样清净的，只不过呢你们自己就是没有这个见到就是没有见到。比如说天人的话呢就是因为这个天人的根基不同，虽然是一个这个视频但是因为他的这个福报不同的话呢，就是每个天人所享用的这种视频的美味呢不相同一样的虽然佛陀呢就是整个这个世界呢就是全是这个清净的，可是我们众生的话呢就是的确也是看不到的就是众生的这个心没有清净的话呢，就是得不到真正的这种这个清净的这种相就清净的相是得不到的。所以《华严经》里面也说了，众心心清净故就是得什么这个得见就是清净刹就众生的心清净的话呢，得见清净刹就。其实《华严经》呢、维摩诘经呢，还有《如能切经》呢，很多的这些经典呢，就应该跟这个大乘的密宗
就是里面的观清净性呢，就是很多非常这个相同的啊。你们也不要认为是啊，这里面的这个观清净法的话呢，可能这只是密宗的这个说法，其实也并不是。如果真正是按照这个汉传佛教所翻译出来的，就是这几部经典呢，好好的这个研究一下，里面呢就是应该有许许多多的一些这个观清净的这部法。这种观清净的话呢，现在用先宗自宗的窍诀来解释的话呢，可能很多法师是不会解释的啊。不信的话呢，你们也可以就是以前从来没有接触过密宗的一些法师，让他讲《华严经》，让他讲《维摩诘经》，让他们解释的时候呢，让怎么样这个解释的，就应该可以看得出来。所以呢，我觉得是我们这个很多的这个宗派的话呢，大家这个圆融的，应该就是互相这个学习呢，就是才能真正就是得到这释迦牟尼佛的究竟的这种密意啊。所以呢，我们在这里转变这个一乐很重要的啊，就转变一乐很重要的，这个是文殊根本序里面的。诸法既缘果，诸于一乐生，后面还有什么和诸法和缘必当定成就，就是有这个寄送的。什么这个一切诸法的话呢，就是其实是依靠这个因缘而这个产生的啊。心清净的话呢，就是可以这个一切都是这个清净的。如果心不净的话呢，就是一切呢就是不能这个清净的啊。注意这个一乐上面。你在任何一个地方呢，就是你的这个心呢怎么样，就是按理的话呢，就是这也是可以变成这样这个清净或者说是不清净的啊。就是虚部里面呢很多的这个教证呢，如果我们的这个心清净的话呢，即使地狱的话呢，就是也可以变成这个清净的这种净土。如果我们的这个心不清净的话呢，那么即使这个天堂极乐世界的话呢，就是也变成了就是不清净的一些这个地方啊。平时我们有些人呢也是应该可以看得出来，比如说一个心清净的人呢，就是到这个五台山朝拜啊，他觉得呢这个人间的天堂没有什么差别啊，就是这里面的这个出家人这是唯一如何清净啊，这里面的整个善事啊，就是全部都是文殊菩萨的这个真正的庄严呐，就清净呐，就是心里面不断的只是产生这个欢喜心。如果一个人呢，就是身心有污染，就是有污染的这样的一个人到哪里去呢？就是可能把这个山也是看作就是一般的这个山，就是人也是看着就是烦恼深重的人。这样以后呢，整个地方啊，就是最后回来的时候也是一无这个说的。所以平时我们世俗当中也是的确是这个心清净和不清净呢，就是有非常大的这个差别。这一点《圆觉经》里面也说了，就是众生国土统一，发心地狱天宫皆为净土啊，就是地狱天宫皆为净土。所以，如果心清净的话呢，就是那么这个一切都是这个清净的，地狱也好，就是天堂也好，就是都是这个净土的。如果心不清净的话呢，那么就是一切都是跟这个不清净的这种幻化，就是没有什么差别。就这一点，以前的一些汉传佛教啊，里面也有一些大的，好像记得我在什么那个密宗断惑论还是那个论点里面引用过这个智者大师的一个就是摩诃智观里面的什么这个魔界即佛界，就是魔的这种境界呢，就是其实佛的这个境界。一般来讲，你如果没有观清净性的话呢，怎么会是魔王波旬的境界？魔王波旬的世界是这个佛的世界，这两个是完全是这个相位的。我们有些可能分别念比较重的人是会这样讲的，但是呢真正是通达一切万法就是空性，然后空性上面呢还要加清净性。我们一般来讲呢，仙宗里面就是最高的这个见解是远离一切修论的这个空性。但是这个清净性呢，在仙宗当中是比较隐藏的方式来就是提出的。我刚才所说的，就像这个华严经啊，还有一些什么那个就是维摩诘经啊，就是这些里面呢，就是提是提了啊，但是这个呢，并没有这个详细的解释。所以我们呢，一定要就是知道是这个佛教的真正的这个观点呢，就一切这个法就是全部都是清净的，包括我们那个自身的这种烦恼、分别念呐，这些都是这个结为这个菩提。为什么说是烦恼即是菩提的话，那这个世间的人呢讲是烦恼就是烦恼啊，贪心怎么会是智慧啊？这是非常的矛盾。可是我们密宗的这个法呢，唯一密宗的话可以解释六祖坛经啊。如果你不懂六祖坛经的话呢，你光是说是烦恼即是这个
菩提的话呢，可能有一些人是不理解啊，因为烦恼是我们相续当中产生的、所涉及的贪心、嗔心、痴心、嫉妒、傲慢这些，这些都是每一个佛教徒子是不愿意就是接受的东西。你说是他是真正的这个佛的智慧的话呢，那怎么会只是佛和是不是众生变成一体啊？很多的矛盾就是在你的脑海里面不断的浮现的。你如果有了密宗的这些见解的话呢，你也不会这么这个想。所以首先呢，我们应该要就是懂得这个转变义了，就是其实我们现在的这个所见所谓的话呢，就是全是一个清净的这种这个就是插图的一种有无或者是现象。可是我们众生呢，以自己的这种无明烦恼的这个这种病呢，就是不能就是如实的这个照见啊。有眼翳的人呢，就是本来是白色的这个海螺，但是他一直看到是这个黄色的，就根本看不到，就是所以实在就是没有办法的，就是如果我们依靠这个善知识的这种教研，平时听课的时候呢，就是以这样的观清净心来观，然后呢，就是接下来过后也是在自己的一切为义当中呢，观清净的话呢，那么就是对密宗的这个见解呢，自然而然在自相续当中这个升起来。所以密宗的见解呢，一方面我们这个以前学宪宗的人，千万不要认为离开这个宪宗的一个道理啊，这是不能认为的。否则的话呢，我是学宪宗的，你们这个学这个密宗的人呢，就是观这个清净心，就是我们今天发菩提心，你们学密宗的人就是观第二个发心方法，这样的话那是就是大错误，就是不是这样的。看你的这个根基，你如果只能发一个菩提心的话呢，那就可以就是利益众生，我要听课，就这样想。如果你在这个基础上的话呢，你就想啊，就是一切都是这个清净的。为什么清净呢？就是这个原因呢，就是本来的是这个清净的，并不是说是本来这些师徒啊，就是我们的这些道友呢，这个人坏人，但是我今天一定要把他观人好人本来这个人是特别烦恼特别重，但是我今天一定要观他智慧很多啊，这样就是使劲的观，强迫的观的话呢，那不行啊。本来是一个黑色的碳，就是你想这个是肯定是个白色的东西，你闭着眼睛把它观成白色的话呢，那只是一种这个强迫，就是这是不合理的。其实它的本体应该我们这么讲，我虽然看见的这是黑色的碳，但实际上呢，就是它是白色的这个海螺，这因为是我的这个眼识呢有毛病的。那会不会这样呢？是这样的。这要是我们心理的这个作用一点点不对的话呢，的确也是这样的。国外有一个人呢，就是以前是一个牧师，然后他这个牧师的话呢，就是有一种不良的这个反应，就是什么玫瑰花呢，就是不管是在哪里，他只要这个看见的时候呢，打喷嚏啊、流眼泪啊，就是经常的是有一种这个反作用力，就是他特别的这种敏感，就是然后他到哪里都是这样的。有一次他在教堂里面给别人那个讲课，就是讲课的时候呢，就是他们就是他看见就是旁边呢就是有这个玫瑰花，然后呢他在讲的过程当中的话呢，就是讲的非常不成功，就是一直打喷嚏啊、流眼泪啊，还有咳嗽啊，就是反应非常非常的这个强烈，就是然后呢，就是他下了课以后的话呢，就是他就开始骂这个管理人员了，就是说是你明明知道是我这个对玫瑰花是不适应，就是你为什么是就是这次非要就是给我放这样一个花，就是我这次讲课的是非常这个失败。他说：“我没有想到是你真玫瑰花是真玫瑰花，你还是有这个反应。但是我这次放的是这个假玫瑰花，就是塑料的。那怎么你还是对他也是有这样反应？其实这个的确也是因为那个人呢，就是认为是这是真玫瑰花，就是他这样的这种心理作用一出来以后的话呢，真正起那个真的这个作用。所以我们很多的这种这个法就是本来是这个真的东西，你把它认为是假的话，那就是也有这样的。本来是假的东西，你反而认为是真的，就这也是起一些这个作用的。但是我们在这里名言当中的话呢，的确也是一切万法是这个本来的是清净的。这方面呢，在这个大话华和密宗当中呢，有很多很多的真理啊，就像我们实践的逻辑推理啊。通过逻辑推理的话呢，现在我们所看见的万事万物呢，全是清净的，没有一个不清净的。包括我们心里面想的是这个贪心不清净、嗔心不清净，其实它的本体一贯的时候呢，就像我光正在所讲的一样的，就是贪心的本体呢，就是这个智慧，就是这个非常的这个清楚。所以呢，在这里啊，就是这个修行的过程当中，尤其是我们发心的时候呢，就是尽量的要观这个清净心，就是所以我们在闻法的时候，不能将传法之处和伤势当看成是这般平庸不尽的现象。所以我们在这个闻法的时候就包括你这个
听法的这个出说和，还有跟你传讲的这个上师，同时呢，就是跟自己一起的这些道友啊，就是这些一起的听法的这个道友，这些呢，就是全部都是看成就是下面所讲的那样非常这个清净的东西啊。就这些清净呢，本来都是清净的原因呢，你要就是观这个清净性啊，并不是说刚才讲的一样啊，就是不清净的东西，今天我非要把它观这个清净了，就是不是这样的，就是一定要啊明白这一点。那么这个观清净的时候呢，就是应该从这个应当就是这个观啊，就是无中这个圆满来这个希尔谛听啊，就是希尔谛听。其实这个一般的这种这个密宗当中的无圆满的话呢，我们这个写基础文的时候呢就是有这个什么这个人啊、事啊、地点啊，就平时就讲的这些基本上相同的啊，写作文啊。具体明观的方式是这样的，就是这里我们这个明观的时候呢，就是应该这样想，就是自己的这个有些教员当中这样讲的，比如说我今天就是听任何一个法的时候呢，要么就是听法的这个地方呢，就是观想这个印度这个鹿野苑，然后传法的上师呢，就是观想为这个释迦牟尼佛，然后自己跟这个听书的。就是这个眷属的话，像这个五比丘和这个八万天子啊，就是这个时间呢，就是有些这个上师呢，就是说是这个释迦牟尼佛就是成佛啊，就是49天以后，就是这样来观想，或者像这个听法的地方呢。就是观想为这个印度这个宁久山，这个传法者呢，就观想为这个本师释迦牟尼佛，然后听书的这个眷属啊，就是眷属的话呢，就是像舍利子啊、目犍连呐，当，就是这个5000个这种这个比丘啊，还有呢就是众生诸母当这个500个比丘尼，以及呢，就几咕噜就当施主啊，就是当就是优婆塞和还有这个萨伽玛当优婆夷，就以及这个其他无量的这个众生，就是一起听说。那么听法的这个时间呢，就是这个佛陀说法12年当中。所讲的这个法呢，就是般若这个法门啊，就是般若法门，就是可以这样想，或者呢，就是观想这个所传的这个地方呢，天界、人间，以及呢，就是光焰城和还有这个王舍城呢，就是当就是不定的地方。传法者呢，就是本是这个释迦牟尼佛所传的法呢，就是第三转法轮的意义，也就是说是这个分别法啊，就是分别法。然后这个时间呢，就是说法就是32年啊，就是说法这个32年。这个眷属的话呢，就是共同和不共同的，就是无量无边的，就是天龙夜叉等一切这个众生，就是这样来观想。或者呢，我们就是在这里面按照这个密宗的就是所讲的一样，就是就这个传法的这个住处啊，就是出说的话呢，观想为这个圆满密眼，就是法界功啊，就是远离一切戏论的，然后这个无法用这个语言来描述的，这一切诸法的本来自相清净的这样的这种这个密眼，就是法界功。然后传法者呢，就是圆满，就是这个传法者啊，就是本身圆满呢，就是这个法身普贤王这个如来啊，就是一刹那间当中与这个自显呢，就是获得这个真我的就普贤王这个如来。其实我们的这个上师呢，就是跟这个普贤王如来，就是观成这个一气，也是这个合理的。须部当中也说了，玄所须部一金刚彼为是我教圆满啊，就彼为是我教圆满。意思就是说呢，凡是宣说这种密宗续部的人的话呢，就是其实是他的这个意啊，他的智慧的话呢，就是与这个诸佛菩萨的金刚意没有任何的差别，无二无别的。而且呢，能这个宣说这样的这个深深密法者的话呢，其实是所有的灌顶和教授都是早就已经圆满过的，所以就应该这个传法者呢，就是跟这个普贤王如来就是无二无别的。而这个传法的这个眷属啊，就是听说的这些眷属呢，我们就是不能想到啊，就是
这个居士那个出家人，就是这个是可能人格不好，那个是长相不好，这个是如何就不能像，全部呢就是这个如来密意传真里面的全是如来的这个就是比如说不动佛啊、报身佛啊，就是全部是这是报身佛，他是不动佛他是什么这个白衣父母，那是什么那个毗罗遮那父母等等等，就是这样，全是呢就是以这个如来就密意传真。还有这个次名表示传的话呢大家都知道，就是什么这个西金刚文殊游布玛摩扎、迦那斯扎，这些都是印度的这种这个次名表示传的，就是莲花生大师等等，就是我们的眷属呢，就是全部都就是观想这样。其实他们的这个本体跟真正的这个如来的这些这个本体呢，就是没有什么差别。从这个角度来讲，一模一样的，没有任何差别就是什么永始用目以及这个男女本尊相，就是应该这样想。或者像说法之处呢，就是观想为就是同时这个吉祥善莲花宫光明宫。这是那个莲花生大师的这个插图就是这些红色通山的整个这个一些情景的话呢，就是很多这个复藏大师就包括这邓卓医师的我翻译的这个他们的这个情景间当中呢，就是莲花宫是到底是怎么样的有，像在藏传佛教的好多的这个寺院呢，也是专门修这个13层的这个莲花生大师的这个莲花宫的一些这个形象，就是所以说这个呢就是到处都有，就是应该可以就是观想呢，比如说我们这个听法的地方的话呢我们这个算是经堂还可以的，有些居士的家里呢，你把它观成莲花宫的话，可能有一点困难的，但是呢，你应该怎么想你前面放着那个什么这个哪一个法师的听课的话呢，那么这个法师呢也应该观为这个莲花生大师，就是这个没有什么的。然后呢，你就这个地方呢，就是观想为莲花生大师的插图就是光明宫，就是应该这样这个观想，就是到时候很多居士把自己的那个家里呢，就是称为是光明宫，就是莲花生大师的插图。可以这样这样说。以前那个有一个弟子问弥勒日巴尊者说是那个你是谁的化现，就是然后弥勒日巴尊者呢就是说是我是谁的化现呢我自己也是不知道的，但是也许呢就是不是他说即使说这个三恶趣的众生的化现的话呢，你如果就是把我看作为这个金刚持如来而祈祷的话呢，你同样会得到这个金刚持如来的这个加持就是后来就是强美仁波切也是讲那个上师瑜伽的时候呢，就是说是你们一定要记住这个弥勒日巴的这个话，就是比如说对你这个传输佛法的人呢，也许是他前世是这个地狱里面转来的，也许是他的恶鬼里面转来的，但是今天给你这个宣说佛法的话呢，你把它就是观作普贤王如来，观作这个莲花生大师，观着哪一个这个僧尊的话呢，其实同样的给你得到这个价值的，就是这个应该就是没有这个困难的。昨天的很多人呢，就是问那个什么，就是我的上师是这个胶囊派的，我的上师是这个汉地的一个和尚，我可不可以修上师瑜伽的时候把他观作那个就莲花生大师，把他观作什么什么？这个应该是可以的。你有这个信心的话呢，你可以把自己的这个根本上师就对你法力最大的这种上师呢，就是观着这个普贤王如来，就是观着这个神尊，然后在他面前就是祈祷的话呢，也应该没有什么这个不可以的。根据强美仁波切和我们藏传佛教的这个这个弥勒日巴的这个传记来这个说明的话，那就是可以这样观想，就是所以说呢。我们也不能像是就是这个法师呢，我原来也讲过，可能像法王如意宝，就是大家都这个公认的大成就者，这样的话呢，观这个莲花生大师还是不错的。可是我们办的小法师呢，就是把他观着一个莲花生大师，那有点这个不合理就是我观不起来他，就是当然是我们凡夫人的话，那就是如果分别念很重的话，真正莲花生来到你的面前的话呢，你不一定观清净心的。所以说呢，我们这里一定要就是这样这个观想就是听书的时候就是这样观想。然后文法的眷属呢，就是观想成八大慈名就是像那个布玛摩扎、弘嘎扎、文殊游龙树菩萨等等，就是这些这个八大慈名字。然后还有君臣25尊，以及空行永世空行的自行，就是君臣25尊，就是当时这个国王持中太子贝若赞等等，就是有这个25位就是莲花生大师的大成就者的这些弟子就是全部
部是已经开悟了，已经这个获得了就是成就果位者。或者是就是这是一种观想方法，或者是住处圆满呢，就观为东方这个先行刹多。本师圆满观为这个金刚萨埵佛，眷属圆满观为这个金刚部如来尊宗，永世永母的自信，就是或者我们根据每个人的这种信心不相同，有些人对极乐世界很有信心，然后这样的时候呢，你把这个传法的上师观着这个阿弥陀佛，然后整个这个眷属呢，就是观着这个下面的这个莲花部的这种眷属。有些人对这个什么释迦牟尼佛有信心，就所以呢，我前面就是给大家也讲了。有些人对密法的莲花生大师有信心，那么还有在这里面有些人呢，就比如说这个你对就是弥勒菩萨有信心啦，还有一些其他的佛有信心的话呢，也同样的这样这个观清净心。我们实践当中呢，已经获得成就者呢，就是观为自己的这种上师，就是通过这种方式来观想的话呢，那么就是自相续的这种加持就是肯定就是圆满得到的就是圆满得到加持的，也可以将出圆满观为西方极乐世界，本师圆满观为无量光如来，眷属圆满观为这个莲花部的尊宗，永世永母男女本尊的自信就很多一些念净土法门的，就这样的话呢，就你就可以把这个就观为这样的。其实那个就是如楞伽经当中也是说了，就是终身这个性清净，本性常清净，就是这样讲的。终身性涅槃，本性常清净。如果我们的终身的这个性就是常是这个清净或者是涅槃的话呢，那么就是一切万法的本性呢，应该是清净的。因此你就不能认为就是了义的这个阿弥陀佛呢，就是可能很远的地方不能这么想，就是我们这个眼前的这种这个眷属这种地方的话呢，全部是跟这个阿弥陀佛的这个差度是无二无别的就无二无别的。无论以上的那一种这个明光放射法圆满呢，就是都是大乘法；事圆满呢，本来常有相续论，就是这个法圆满的话呢，就是本来都是大乘法然后这个事件圆满呢，因为前面就后面的这几个没有说这个事件，就是五种圆满当中的这个时间圆满的话呢，就是本来的是常有相续论，常有相续论是不间断的意思。其实这个我们没有这个学过密宗的人呢，就是可能就这有些法语有些词的是不是很懂的。不要说是我们密宗的序部，就是仙宗里面呢也有不好懂的。比如说《妙法莲华经》里面呢有一句话叫做是唯独众生故方便什么就是方便现涅槃吧，就是应该有这样。因为释迦牟尼佛的话，为了度化众生就是方便现实呢，就是实现就是涅槃的。但后面的一句话呢，就是说而是不灭度。而是不灭度常住次所法就而是不灭度常住次所法。那么这一句话呢，很多这个仙宗的人可能不好解释，为什么呢？因为释迦牟尼佛先是涅槃，就是前面说的这样的，但后来呢，就是说而实际上呢，就是不灭度，就是不涅槃实际上呢，就是不涅槃。为什么呢？就是他是这个恒世呢，就是住在这个世间当中，已经这个为别人这个说法。我们藏文里面呢，就是说是佛陀不涅槃，真法什么就是不隐没就是《妙法莲华经》里面是这样讲的。原来法王去印度饮酒山的时候呢，当时也是引用那个第60达赖喇嘛。60达赖喇嘛呢，他当时看到饮酒山是整个是法宝就是堆积的，就是然后他说虽然佛陀显现上呢已经涅槃了，但实际上呢就没有涅槃，就是因为佛陀不涅槃，就是这个真法不隐没，就是以这个来就是说明我们从一般仙宗的角度来讲，是释迦牟尼佛的佛法呢，就是到了这个末法期的时候已经隐没了。但是从密宗的真正的这个究竟的实相观点来讲的话呢，其实这个佛法是不能灭的。那么这个道理呢，就只有密宗当中呢，就是你可以说是这个大乘佛法，大乘佛法的这个事件呢，相续论可以说是时常不断的就并不是说这个上师已经圆寂了，他传法从此以后再也没有了，就是这是我们从仙宗的角度来讲是法王上师已经圆寂了，现在没有了。但是密宗的角度来讲呢，就是他的这个传法的话呢，就是不断的。释迦牟尼佛也是最后实现涅槃，然后呢佛法这个5000年呢，就是一没过后还会不会就是在这个时间当中不断的转法轮呢？是在不断的在这个转法轮。所以这样的道理呢，只有在密宗当中呢，就是可以这个了解，就是这些道理呢，希望就我们听法的过程当中好好的这个观想。这次我觉得也是一个机会就是没有观点给你们传输密法是你们很多人应该
生起欢喜心。有些地方的话呢，就是因为很多人可能没有得到灌顶，我也不能说这些，但是呢，因为自己以前呢就是学的比较多，就是所以有时候呢这边牛一点，那边丢一点，就是可能说了一些，但不管怎么样呢，就是这没有讲特别这个深的修法。其实大家应该要懂得就是密宗的殊胜心，这一点很重要。今天讲到这里。Sonam dei tanche thoganya tonne de jana pase jirgana jirano chupai chupun zonen dra dra sha Bandangara Badma Asadarda Bandangara Badma Asada Bandangara Badma Asadarda